换作是恁要叫因安怎处理？好，来，大家踊跃发言。来，各位线顶的哥哥姐姐啦、阿兄啦吼，要甲恁讲者，迄天我有甲迄个华哥啦，就拢讲互清楚啊。哦，芳水有啦，但是我这档直播开讲无卖。哦，天风应该还没有开始还你吧？嘿，未行的，未开始的。哦，但是我有要求，自迄天食饭了，就要求讲，无论安怎看要安怎处理，就是一定爱紧处理啊。因为我讲真诶啦，歹势我嘛袂开瓷器的啦，啊我嘛无遐济钱啦，规工咧招人啊。第二点就是安尼啊，第三点就是讲，你无要做工课，你着爱按时间互人钱，啊你也无要按时间互人钱，无你嘛做工课互人看，莫规工伫厝耍废。啊，所以我有甲华哥讲，我甲讲一句话啊，我就直接甲呛一句话讲哦，天风你若是完全无法度啦，你如果没有办法叫他好好的去工作还我钱，无法度还我钱，线顶的朋友来换作是恁安怎处理？来李小人讲绑起来，鸟鸟射 BB 弹也不会有钱啊。哎呀，如果绑起来鸟鸟射 BB 弹，如果钱会回来的话，我一定绑起来射鸟鸟啊，对不对？来，债务交给专业的讨债公司啊。来，安阴阳你讲的也不错，但是我有问过了，一般的讨债公司，第一，我现金少的，不是缴小，现金少的爱借偌济？我借伊19.5万现金的啦，是现金借的。那那个计算机好我者，帮我开一个小帮手，嘿。伊即摆就是你若是交互外口去收销的，就是19.5万嘛，来乘以6成啦，乘以0.6啦，来减掉19.5万，等于说我可以拿回来7.8万啦，6成特效公司要开啦，安尼有了解无？第二点啦，讨债公司人嘛会去了解嘛，这个人连财力、连名哈、不动产啥小拢无啦。要怎么那个？所以一般讨债公司也不愿意，也不愿意收这一笔账啦。安尼有了解无？哎呀，行法律来迄个博玉哥讲走法律途径，但是天风名下无财产啊，伊嘛无不动产啊，口做嘛零啊，你行法律嘛无效啊。他没有钱，他就是没有钱，你懂我意思吗？来，那个，你之前说要找你认识的人，公司那里也行，比较好掌握。线顶的朋友，我来甲恁讲一个想法，大家有想要听无？想听的刷加料啊！凯宾哥，你们是南部人吗？拍谁？我是中部人，不然你盯着他去工作。讲真诶啦，顶伊去做工课啦。我是用我诶人脉去顶伊做工课，伊找无头路嘛。恁有人讲，迄个啥，弘毅哥讲叫我顶伊去做工课。讲真，那个弘毅哥，你的想法也很好。坦白说，谢谢弘毅哥你的建议。我甲恁讲，线顶朋友，我问恁一句话就好啊。我今日家己的斗阵的兄弟啊，我自己的朋友啦，还是兄弟，因若家己开一个人力派遣公司，还是咧开啥物任何营造公司啦，里里扣扣的粗工的嘛好啦，还是挂菜的、菜车的啦，还是订房务的啦，来，这我斗阵的家己的活铁兄弟啦，结果。我甲讲，你遐有欠人我才有一个人过去你遐上班，好无？伊甲我应好，结果咱互天风互伊，结果做2工啊3工就落跑啊！我要用啥物人情甲我的朋友、甲我的兄弟交代？你听我讲的意思无？双天朋友，你们懂我意思吗？
揪他回来做直播，我看是没有了啦，我没有这个想法。哦，到目前为止，我无可能让伊回来做直播。哦，来，卖他打我机哦。所以这摆哦，双点朋友，讲真的啦，最近他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说？我们把那一天把事情都谈好之后，咱的陈董事长算讲开发一支产品叫咖啡牛奶，讲要互天风去试，要互伊去卖，安尼啦。我是讲，我甲陈董讲，迄是你甲天风的代志，伊的意思是讲，天风若卖出去了后，伊就有盈利，就有营收，就有钱了。那有钱了就可以还我钱，这样，安尼你有了解无？来，你直接跟陈董一次拿就好了。当初他不是有这样跟你说，但是他虽然现在会穿那个海天生技的衣服，可是我们那一天有协调的部分，就是海天生技用到他的时间啦，海天生技要用到天风的时间，就是用到6跟日啊，礼拜六、礼拜日。这摆因的迄个华哥啦，他们那个华哥啊，有那一天吃饭完，有跟陈董，也有跟我直接谈了一个，跟我谈了一个事情啊，大家听看卖啊。不管你这摆有能力无能力，等我安排工课嘛，对不？我现在就是要帮他安排我朋友，看是挂彩啦，还是洗车的啦，还是倒位啦，还是看要去倒位上班，伊就正常上下班安尼，有了解无？来，线上的朋友，现在有没有懂这个概念？来，懂的打懂一个字好不好？来，那个张吉大哥公小弟认真想加入你的团队，来欢迎来面试啊 ，OK 啊，我想要来面试啊。来，那个史上最强直播天王天风那个假粉丝专业啦，卖伫遐咧543啦，卖伫遐咧543啊。来，现在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大家听看看啦，大家听看卖，看卖恁的想法是安怎？来，现在他哥哥那一天啊，就是那个沈玉房，就是咱这个林清华大哥，甲咱这个陈董，甲我三个有讲到一个共识，我们3个有谈到一个共识啊，有讲到一个共识，我来甲内容讲互线顶的朋友听，有想要听袂？想听的大家想听啦，安尼有想要听无？来，想听的大家想听。我们3个有达成一个共识，因为现在天风他是没有办法决定他要去竹东去竹东开直播就开直播啦，想要去哪里吃个麦当劳，想要去干嘛就干嘛，无，这摆无通安尼啊，这摆唔是要安尼，阮已经迄天拢甲一个代志全部拢告一段落，就是。不管怎样，来，可以在那做，可是在哪做可以公布吗？不然又会被酸民长话短说。我用当地话啦，官方的意思是安尼啦。来，线顶的朋友，来，我就要先甲恁讲一个公式啊。来礼拜日啊。陈董事长只能用到礼拜日，因为考虑到要帮他找工作，可能1到6人要甲请较好请。你听我讲的意思无？无法度啊！俊宪哥，唔是欠钱较大尾，苦主在那里找工作。我讲一句话啦，伊就安尼规工伫厝伫遐开直播咧开讲，是毋是不如讲看？
看要安怎，看要安怎去上班啦，还是去做加油站嘛好。你听我讲的意思无？系啊，安尼你有了解无？来，叫他们公司无偿商品拿出来给你卖，卖多少算你的抵债。安东尼大哥因为伊无钱啦，陈董讲真诶，陈董嘛无法度，应该嘛无法度安尼甲斗相共啊。系啊，我会敢讲啦。天风家己东刚嘛讲一句话啦，当天他自己讲了一句话啦，你们自己听啦。这样遇到那么多人哦，从做直播到现在遇到那么多人啊，哦，拄着遮侪人啊，我算挺伊上侪啊。安尼你有了解无？天风说他2天赚8万，恁娘伊啊2工做赚8万，恁别来对伊，我来对伊，钱早就签啊嘛，对吧？哦，他1个月没有10万他不做啦。哦，无一定啦。我主要的想法是安尼啦，线顶边我先甲恁参考一下啦，莫个好啦，换我讲啊，会使无？会使无？来，可以让我讲话吗？可以的，可以。我等你们讲完。来，可以让我讲话吗？可以的，可以。啊，你们忘记要刷爱心了呢？可以让我讲话吗？可以，先打可以啦。陈董要招伊去拜夜市啊，这我有听陈董咧讲，但是实际上陈董要甲安排安怎，迄是礼拜日，陈董的扣打干那1天尔，有了解无？因为毕竟伊无欠陈董事长钱，所以伊的扣打干那1天，哦，他对他的扣打只有1天。那一天，沈玉坊大哥有交代，哦，有交代那个海天生技的陈董事长，哦，就是礼拜6要去打拳头嘛，去甲人甲吃屎哥底下咧修正嘛，对吧？礼拜日爱去桃园唔知倒位徛台啦，哦礼拜日徛台了后，礼拜一今日拜一嘛吼，今日小帮手今日拜一，今日拜一吧？敢不是？今天礼拜一嘛，今天我没猜错，应该是礼拜一啦，哦。今天礼拜一嘛，哦礼拜一有交代那个陈董事长要把人带到彰化，带来彰化，安尼有了解无？今天要把人带来彰化啊！我为什么开这一档直播？我在看他什么时候要来，安尼有了解无？过来线顶的朋友，要阁甲恁讲，抓转来公司做工课。我会去互选民靠背啦，我对线顶的人，恁阁会伫遐个啦。但是抓转来，即摆伊较晚啦过来，因为他早早的时候，那个陈董事长有载他来，我人不在，又载他走了。安尼你有了解无？伊早遐，陈董事长有载伊来公司，但是我人去甲外口厂商讲代志，所以无伫咧，陈董就搁甲再走。但是即摆线顶的朋友，咱请教者，即摆伊来，要甲找什么工课啊？线顶的朋友，来，甲我倒介绍者好无？我确定陈董只能用礼拜日，我确定那个松汉，吕松汉从下个礼拜开始，有讲好了嘛？因为今天礼拜一嘛，从下个礼拜开始，陈董事长就是只能用礼拜日，1到6，要叫伊做什么工课？打杂洗便所无产值啊，我袂好啊。你讲叫伊入便所去扫涂骹，我袂好啊，我无产值啊，对吧？变做我袂好嘛，对不？在我公司打扫，恁大家拢讲安尼啊，伊即摆差我钱，我叫伊来扫涂骹，我还阁互伊薪水，毋对吧？对无？所以朋友，恁嘛想一个两全其美。来，恁讲洗车啦，有人讲洗车，默默讲洗车，洗车场我还阁未装潢好诶啊。我们的洗车场还在装潢啊，还在找地要装潢啊，还没规划好啊，对不对？彰化火车站卖口香糖，等于讲1到6，
1到6，1到6就是由我来甲伊管，哦，无他互伊讲哦，我即摆要去倒位，去倒位，就互伊去倒，你有了解无？嘿，但是前提之下，我有答应他的沈玉坊大哥啊，帮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下班，假如说8点上班，5点下班啦，5点下班后，他想要开直播跟你们聊天，也是他的事，哦。但是有谈好了，他每一个月的收入，刷电朋友注意听哦，因每一个月领入来的薪水，哦，假如讲我对因头家嘛，就我对因头家啊嘛，爱听有无？就拢先交我，啊，偌济钱我就是领偌济，我就会甲迄个沈玉坊讲，啊，我讲领偌济了后，假如讲即个月领2万，哦，领2万，啊，先开宾1万，啊1万就互天风做收费，啊，就爱互沈玉坊知影讲，哦，伊就领2万1万还我，啊，就是变做爱有第三者迄个概念啦。来，刷电的朋友安尼有了解无？整理我的货没有产值啊。包装我的产品，有人说叫他包装我们公司的产品啊。来我这做司机助手，工地无法度啦。迄若做2工无做，我对人歹交代啦。哦，啊，你讲做司机的助手，我是感觉讲我会当甲因阿兄啦，啊，甲天风3个讨论，因为工课伊要做的，我嘛爱找伊讨论嘛，对无？系啊。哦线上的朋友，我的想法是，嘿，我的想法是这样啦，我初步的想法就这简单啦。啊，他如果在哪里上班，哦，不管在哪里上班，哦，不管讲，伊今日去外口扫涂骹还是安怎，拢好，我一定会跟线上朋友交代说，哦，他的日常在哪里上班之类的。送我家的货，他不会开车啊。安营养他不会开车啦，半帮无力啦。叫伊做我的司机，伊无驾照啊。来无要紧，来伊无驾照，所以就是这侪问题。所以我爱甲恁讲，这是我的点。啊，线顶的朋友，恁感觉讲无啦？3顿哪有食胡凯斌直播团队？你即摆伊若去外口上班，3顿就食外口啊，对无？哎呀，现在我的想法是这样啦，来帮他找你认识的朋友那里工作，我阁欠朋友人情啊，有人咧讲，S 大咧讲的，我知啊，哎呀，就是阁欠人一个情啊，来，我老公只会外遇啦，要他工作要他命一样，这敢有影？这敢真的？这假的你咧？不要在那里，不要在那边打岔，因为我就在讲。我咧讲正经代志，我咧讲正经代志，所以线顶的朋友，恁感觉讲，要安怎过来处理？天风之前有说偷你公司的个资，威胁客人，你还敢用？他没有做过我们公司的小帮手，所以没有个资的问题。他没有我的所有客人个资，不可能。在你那边扫地。打扫厕所扣薪水就好了。你讲叫伊伫阮兜摒厝内一工要派偌济薪水？300吗？500吗？对吧？你听我讲意思哦？对啊，还是700？对不对？因为钱不是你们出的，所以我觉得说，这问题啦，这问题要叫伊做啥？仓储人员头壳无够好，因为我库存会规个乱去。无要紧，你有啥物意见，我拢爱听看卖啊。已经变大惯势啊，所以做工课做袂久啦。你即摆替伊伤低啊，但是我应甲因阿兄讲好啊，无安尼嘛无法度行销啊啦，嘛无法度啊啦。当去屏东卖槟榔，伊卖槟榔敢有人买？搬水泥无够力啦。去送福片大哦，熊猫无乌多摆，毋知乌多摆哦。来，
他身上这几天赚8万，不多少拿一点。那个天乐哥，你有看到8万了吗？有就还了啦，好不好？有伊就行啊啦。我的公司跟他签1年约工作期，哦，伊若博宇哥，伊若伫你的公司吼，甲你签1年的约，结果做1礼拜就落跑啊，你要安怎？系啊，你要安怎？我不是要，我现在没有留或不留的问题，你听我讲意思哦。但是我即摆伊看完了改，看完了陈董甲带来的时阵啦，来线顶朋友，我明仔载要先安排伊串，我嘛是爱先问我的朋友讲，我也是要先问我的朋友说，什么时候可以让那个天风过去他那边工作嘛？在那之前，我要叫他干嘛？因为已经来啊嘛，伊若来啊的时阵啊，来，也许清洁人员重新开始，困工敢有够力，迄去用病尔。因阿兄算讲叫伊来中华遮啦，阮中华遮无啥物举路牌广告，迄是干那北部才有。歪大北部才有这个。嘿啊，做无久我就搁歹交代啦。无安尼啦，线顶的朋友，恁感觉一工要请伊偌济？慧玲，还是伊若较换够的时阵，人先对你包货。若有甲安排着新的工课，才互伊去安尼。来，一工要请偌济？来，恁头拄咧讲包货嘛？若包货一工要请偌济？来，恁讲。包无好就找你后，小帮手就找你后，真诶啊。货若包无好就顶你后。哎呀，我你看，阮小帮手下面规个揪起来。嘛是爱雕啊。来，伟人讲一工700，一工1500。智仁哥，你真正是吼慈济呢，一工1500，恁遐鸡歹，叫伊来包货，一工1500，算26工，恁遐一个月39000。智仁哥，我看我互你请好啊。智仁哥，你叫我一工请伊1500，我感觉我可能无法度啦，因为你讲叫伊包货，产值毋知有介遐无？讲一工1500，我负担袂起，安尼我无法度，歹势，安尼真正我无法度，系啊。安尼咧，无要紧啦，700、800做了好加100，看现在时薪多少？现在时薪160吧，乘以8个小时，一工1200呢，要收恁遐鸡歹。我请一个来遮徛一工1200，我可能毋歹哦，我钱开袂落。无我讲真诶嘛，我钱开袂落啦。一工来遮徛安尼1200块，我开袂落，真诶，我真正无法度。我无法度。更何况伊若来阮公司，伊搁无算阮公司诶员工，为虾米你知哦？因为是要来拄笑诶。你讲，安尼我会感觉我袂好啊。哎呀，变做安尼我袂好啊！你看，看骹手拍薪水啦，一工600包2顿啊。餐馆可以交啦，行第3支手。朋友恁伫新店吗？无啦，伫中华。来我遮搬帮哦，初工一工1200至1500。无博宇哥，你敢要甲试看啊？一礼拜？博宇哥。你试一礼拜，我看可能做2工，伊就甲你讲我无爱。博宇哥，我无法度啊！你看伊安尼，天风敢有法度伫博宇遐搬初工搬一礼拜？我看这2工就差不多啊。嘿啊。
哎呀，安尼就是你若讲博宇哥，你有欠人啊，哎呀，叫他去彰滨工业区找、哦。彰滨工业区离我们这里太远了，我管袂到。哦，我管袂到。哎呀，鹿港太远了，离我们这里太远了。哦，我介绍伊来桃园，落规啊一工上无1500以上，落规啊足忝的。哎呀，伊信用破产啊，无要紧啦。哎呀，伊介绍伊去做少爷，等伊用拍，对吧？伊叫伊去做少爷，你娘这么天风，你娘鸡巴迄啉酒醉无？干你娘！你甲恁爸封锁，都卡落啊！你知无？空你啊！你叫伊做少爷，叫人拍我，佫对因阿华歹交代对，对因花哥佫歹交代。哎呀，满顶仔三小水果大，伊写水果生理应该无偌好啦。哎呀，惊无好啦。来，之前不是有做背心给他，之后怎么处理？来，我甲恁讲，线顶的朋友，吼，我甲恁讲啊。哦，只要是离婚公司离职的员工啊，背心我都没有回收。离职的员工已经离职很多个了，我都没有回收。哦，来湾林做少爷，你要甲请哦。啊，卢琪琪，你要甲请无？菜市仔话卖会使哦，伊会晓话卖吼，会使哦，吼，伊去话卖，我感会使哦。工课，中华足侪工课啦，社头尾仔工厂啊，哦，我客户一堆，天乐哥，你等下给我私讯一下哈。天乐哥，你等一下私讯胡凯斌一下。对啊，我跟天风甲乙双方约你证人，关我屁事哦！鸡巴，博宇哥，你人还未到你遐个，嘛有做无做嘛，唔知做会调做袂调，做第一工第1点钟，你要叫人签约，你要甲惊死哦，对无？无可能啊，哎啊，这样是无可能的啦。哎呀，去做人肉沙包，去互拍看卖一工偌济，可能2工就吐血啊！哎呀，即摆殡葬业袂歹，洗大体，毋知会晓洗哦，惊洗了无好。哎呀，来，以后你的台应该热闹起来了。来，那个关凤，我从头到尾有说他来我们公司上班吗？对不对？卖伫遐咧543哦，关凤。哦，戴口罩卖鸡蛋糕，惊伊袂红啊！啊，你讲迄啥？夜市啊叫卖到菜市啊，我感觉或许可以哦，或许可以哦。菜市啊，互伊一担去卖往来，卖往来袂歹啊，就爱卖往来啊，带伊去南窑乡卖金纸，恁爱愈讲愈含啊！线顶朋友，恁爱愈讲愈含，哎呀，来，不然什么工作都不做也没办法了，啊，就是安尼尔啦。家乐福打工哦，家乐福打工爱问看卖，夜市啊，我感觉会使。来，那个线上的朋友，这个假的徐伟明哦，我跟你们报告一下，这个假的徐伟明哦，已经骚扰我快1个月了，每天私讯我，哦。伫遐543啊，规工的啊！啊，你若遮会疯干，你若袂开真账号起来？哈？为什么你无爱开真账号起来？你可以开真账号啊，对不对？哈？毋免安尼吧，对无？出海招准远洋的，哦，迄一届转来拢半年啊，远洋的。我毋捌去过啊，但是大概知道说，应该可能要蛮久的一段时间啦。哎呀，来中清路水果市场，上回骑车送到停车场，那个林伯龙大哥，因为他机车驾照也没有啦，哦，对啊，他机车驾照也没有啦。卖手机壳不会卖啊，饰品、日用品摆摊的，我感觉无适合，去卖迄我感觉无适合。叫他开台卖你的商品呢，袂使。我叫伊开台卖我的物件，
我的东西会坏掉，会臭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怎样臭掉？我不是说我的东西变臭，还是讲一蒙鬼料臭草，不是这样，是因为他卖过的东西会有一种奇怪的反正就是哎呀，就是类似安尼啦。我给恁一个概念啦，我打个比喻啦，像他卖打火机啦。卖打火机就很多酸民就会创假账号叫打火机呀，就规工伫遐咧甲乱啦，变成他的打火机是不是会卖得不好？那我如果路要走长一点，我叫他来直播卖我的东西，我不是死翘翘吗？有没有道理？哎呀，所以无法度啊，栗子伟大哥，感谢你的想法啦。你讲要叫伊开台卖我的物件，我是感觉无法度啊，无法度。路边捡粪扫，你嘛看伊要捡无？设个摊位给他，有卖就有钱，没卖不就没钱？哎呀，对不对？来当保全哦，当保全有好有坏，你知道吗？因为当保全他以前常常呛酸民呛网友，保全做到一半，怎去用报伊，去用拍伊，要安怎对吧？无法度啊，对啊，来。他刚刚去探险，应该不来了，不会啦。我刚有打给陈董啊，等一下会来，叫伊来20购麻雀经。林小熊大哥，你先私讯我啊，叫伊去购啊。系啊，薪水你对伊就好啊。毋是啊，你甲伊讲好一个月领偌济薪水爱发互我哦，钱爱交我，嘿，钱爱交我，莫去国外当男佣。好，来我家便利商店上班。智仁哥，你开便利商店哦，你一个月要互伊4万哦，有影无？有影爱讲呢，毋好转呢。智仁哥，靠背还假啊？真的呢，敢若真的呢。智仁哥，你有影无？我当做粉丝专业假的咧，当做你假账号，系啊。来，搁来咧。无啊啦吼，卖玩具他没办法啦。哎呀，我觉得他去那个夜市叫卖，我觉得应该 OK 哦。哎呀，好啦，反正就这样啦。晚一点如果有来公司哦，金钱豹也不抖啦。哎呀，如果晚一点有到的时候，我会跟线上的朋友说，然后我会跟你们报告一下，就这样，好不好？如果没有啦，如果不改变的话，说真的啦，就没有跟华哥讲过了哦。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就不是好好讲了。你有了解哦，兄弟朋友，有没有了解？就没有好好讲了，就是安尼。晚一点他如果有开直播哦，不是如果有到公司，我再开直播上来，还是说会跟你们讲一下，或者是明天再开直播啦，暂时安尼先可能会先先互伊去包货啦，但是包货一工，恁遐有工课私讯我，上好伫中华啦，伫中华啦，好啦，就这样啦。叫他上来酒厂帮你挡酒，小六，天风会当互你用呢，因去你遐倒酒呢，系啊，你一个月免坐啊，欢喜就好啊，系啊，你一个月26000就好啊，对啊，小六去你遐倒酒啊，有你遐咪有一个酒吧，哎呀，小六你出力啊，好，你们再有更好的意见再跟我说啦，就先这样啊。我开直播开到有点头痛，哎呀，有点头痛，先这样，好不好？来，各位朋友，直播先关掉有事情就都跟我联络，好不好？有事情都可以私讯我，这样。凯宾，请帮他，让他重新站起来。我是很乐意帮助任何人啦，哎呀，但是，哎呀，爱看情形啊，哎呀，就是。伊若是无改变，咱甲斗相共嘛无意义，你知哦？当然有改变，这个人有改变，有慢慢在改变，有慢慢让他
正常了很多。我们来慢慢来帮他，我觉得还会想要帮啊。哎呀，莫摕一只糖，家己来卡撑腰诶，对无？你听我讲意思无？哎呀，去门口招待自取区的客人，袂好啊。哎呀，伊徛咧遐安尼，徛咧遐今日也无人自取，一个人拢无自取，伊今毋就有薪水啊，安尼袂好啦。做泡菜啊，伊敢会晓做，你甲教哦。来，好啦，各位朋友就先这样了。啊，晚一点看怎样，我会跟你们讲哦，我会跟你们讲。来，就这样了。哦，拜拜。